楊思琪，俾你1分鐘，有咩想問我？哇，你40幾歲都 keep 得好好喎。如果你而家即刻戒咗奶茶咖啡，我 keep 得仲好啊。咁我而家覺得幸唔幸福啊？我覺得好幸福啊，因為遲啲你會有一對好得意嘅仔女。有一對仔女，咁生完之後會唔會走樣㗎？我聽講咧，湊仔咧又要勞心勞力，仲辛苦過拍劇喎。唔識保養先會走樣啫。做咗媽媽之後，你要更加要愛錫自己，滋補要趁早啦。咁我會唔會賺到好多錢，買得起蟲草燕窩，日日都可以補啊？唔係有錢就識補噶啦，要識貨識搭配，咁先會事半功倍。我而家咧仲喺網上面同好多個粉絲分享滋補好物同埋保養心得噶。哇，咁咪好有成就感咯！咁人一世到底要追求啲乜嘢咧？你諗通咗啦？30歲之前咧，我可能會揀要好多錢，但係到咗而家，我會揀好好愛自己。咁我明白啦，我會努力噶。加油啊，楊思琪！我哋47歲見。